来扫来看这个侯友宜，早起是到台中大甲镇南宫来参拜祈求当选，甲董事长颜清标正式来合体。不过，甲郭台铭做一个比拼，进前郭台铭拜会时阵，颜清标甲郭台铭是手牵调，但是这回甲侯友宜的互动并无多，嘛引发着外界的联想。这国民党针对地方派系整合，恐惊也有真大努力的空间。台中人的热情和侯友宜行一条，要过这桩上大的惊喜，当然是颜清标愿意出面。要过一人一见面的时，拢无讲话，参拜的时，大个朱立伦主动将颜清标甲扭过，真正是有够爱扭。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战胜。做伙比赞，要过这个表情，敢若有话想要讲。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罗市长热烈分享啦吼，咱嘛希望讲咧选举所会当讲咧两岸和平。上重要，因为我要参选总统，是来祈求妈祖会当保庇咱顺利当选，才有法保台湾这个土地。我有看到严宽仁立委、江启臣立委、廖伟翔立委，大家来甲我收陪。明日的点煞就是无讲这个上大开，而且话讲到一半，颜清标直接将这个庙方的副党的甲扭出来，家己提出去。毕竟伊是侯友宜所讲的乌金派系，就算后生颜宽恒要选立委，这口气同款推袂落去。同一个场景，同一领衫，颜清标当时甲郭台铭手牵安，甲侯友宜都无。我会全力全省走透透，下乡倾听民意，这才是我们脚踏实地、赢得民众信赖最好的方法。最近，拢咧走中南部，侯友宜这两天到台中公庙就拜九经，也有成立后晚会，甲候选人食便当，以及企业的参访等等。只能讲，若要等地方人士释出善意，不如靠家己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